下来，带大家来看呢，是地规划做水果干的汽水机的故事。汽水机19年前，同老公在中国大陆投资成立失败，钱总快了枪的，连4年呢也耗费也交唔出的。过了2-3年，全台湾行高位去买糖葱，提免费压企业很卖，甚至为错多会上钱，按不头，所以提货查度，而这时都接没有红的水来使哦。里面家人被农会产销班好做水果干，国家起个营养饭，没想到行出的一条路，唔会太甜，可以天然空间嘅冷淡，和本人先做附上生态登录，更加韩国多年为提名路红，超人穷下买。林秋林方权粉带眼嚟去看一家人用嚟相互探索，对人生嘅沉落带起哄起来，看到新希望。我差不多自闭差不多1年半左右，我连菜市场哪里我都不敢出去，因为用了，懂有钱的时都跌到没钱嗰陣吼，我會發現到講人間溫暖。其实大陆经商失败回来哈，我老婆那时候也是想说，既然我们都什么都没有了，而且还有负债。那时候想说，他那时候我出去摆夜市的时候，他不敢出去呢。他会觉得说我以前生活的那么好，我现在出去摆夜市，人家朋友会笑。啊，我的物件你啦一包吃了了，你袂贵。啊，我不敢跟你说别人的，你可以去比较看看。其实你用整片吃的话，那个咬劲更好。你有知道这个绿的吗？绿的它比较脆，它比较酸。以下撒撒糖豆面上来，味道嘅係帶住包嘅果子乾。1、2、3、4，这4种都是这样的。那我两颗10块多可以吧？这边吃起来比较可以吃到那个水果它的原味，比较没有添加其他的物质，而且色泽看起来比较自然。还是要吃红芩好不好？红碗还透红奶很好吃。这些它这7包。这里是7包1起包。鳳梨乾、酸辣乾、白樂乾、青檸果乾、老榕桃乾也了，做下一兩間公司同數分樣嘅產品。補充滿後，除咗這家簡單嘅模式，製作過程你還看得清清楚楚，當然沒事都很安心。同樣講係技術攏種樣，係今日餅都數攏種起來。見到一天送的三季，當你大早4點。沙起都嘅媽媽廚師見啲嘅熟順咗咧，最近20個點鐘就熟嘅鐵，煮碟煮然就飽滿嘅2分順咗，上下去水煮當定定。這個要這樣削哈，它這樣才會漂亮。然後第2點，看起來再袂烏烏，然後削起來會圓形。皮熟鐵、紫拿鐵熟咗2地，冇唔錯，也煮碟太順咗，是做得做2皮嘅順了乾。那種反酸哦，是讓我們又愛又恨，因為它是火車頭。因為像磨牙這種東西哦，到3年都來都又講，已經知門都提供講不開，最後實在都是反酸。故說磨牙這種東西哦，純粹沒辦法推銷出去。它這個它的毛利最不好，最麻煩，最難做，然後它的產季又短。貴件嘅酸嘅香味。也係熱天長咗嘅香樹，不過做酸乾，轉眼時季出都市嚟到酸辣嘅香甜咧。不過咧寫住皮嘅酸辣乾，實見住咧兩風熱歸路行來嘅見線。特殊冇呀，原先見都冇關係咧嘛。雖然打電話同講誒，我媽唔同阿公媽唔擺我同阿飛先用冇同阿飛，跟住我動工苦，然後佢講啊就老，我已經講我要註冊，結果我冇去註冊。喺中國投資失敗，轉到推翻，才吹落汽水機，從頭開始，用來通從落實。乃為做鬧嘢，就讓是個出氣動奶，見白日出門，出黑10頭半夜。朋友在問說：“你們睡哪裡？”我們都睡汽車旅館，好棒哦！他們到家都覺得好棒。其實我們是睡在我們的車上晚上用電風扇這樣來吹，很熱的時候電風扇吹。
然后都去个庙方吼，你给他个厕所啊，都带买一只水桶啊，然后买个图书馆，拢用冷水倒落洗。啊，我拢当人也唔敢洗，啊，我老公拢话讲，唔先咸点冷水，啊，咸点冷水来，就下半身洗，一直在上半身在洗这样。用碰上碰下嘅想法過嚟5-6年，兩下雖然係小小嘅功能，不過心肝跳動嘅感受還係當全。10公年前，所能生產聽到，就喺農分總幹事搞幾條做算了幹，兩鋪認為嘅本幾條對落地天天嘅揭行起來。我們現在採芒果的話，不是這樣子拉下來，我們要跟這個地頭吧，要這樣子採。然後它才不會流那個芒果汁下來。大到幾嘅算呢，煮醬煮飽滿，看到出貴肉肉嘅。這個綠色的我們都要套上去，等它紅了我們再收，因為這個還熟度還不夠。我們愛聞的話，一定要再顆黃的啦，再摘長的。摘長的它的甜度比較夠。你如果是採下來吹黃的話，它甜度就不夠。其實通種酸呢為20年嚟係汽水機配合嘅功能之一。透過酸能生產聽到，就係調到好把度。汽水機唔排嘅農民嘅心血，就按樣落飯疏通。老老公10萬研究製造果子乾，未為果農打開一條新的通路。有那陣下乙酸。這個乙的話，就是這邊有黑點，日本人就不要。這個所有的話，我們家就是削果乾，因為我們果乾沒關係，皮去掉嘛。今年得芒果的話，所以我們家的芒果真的很不錯，就非常好。那如果大姐家沒有跟你們收啊，你們啊，那個日本那邊又沒得外銷啊，不就早期的話，早期的話就是這樣子倒，然後就倒到那個增溫機啊，盛產過量，然後現在是沒有了，現在只有阿姐他們哦，28度上下最好。但是比較高一點，溫度可以是30幾度。30幾度下來就一直較緊些，啊，也絲也較粗。要包的時候，啊，個加葉啊剪掉。哎，對，煎機啊，煎機把它的日光會比較照得比較多。譬如講，而家從5人幾人也大約一甲天，差不多有2萬，包2萬500粒嘅蒜呢，然後200粒我的蒜要差唔多13000斤，那我一年的量要幾多，我都會先俾農民講好了。蒜能摘下來，用無毒半幾燒，長來燒，長來切，3年會變動3日，長配得。就是一層一層這樣重疊，有沒有？這樣像我們這樣一層一層的重疊，重疊以後，我們再拿進去烤。它空氣就是我從下面這樣就跑過來，這個要烤36個小時呢，要烤1天半呢。不過是唔係老蒜呢，不用落去配從某時期呢，但強係兩鋪除本三階段處理，從頭水到半爛菜，還會紅了邊面。低溫烘焙的話，加個的鹽味、甜度比較不會流失，所以你越吃會越 Q。這個跟這個的話就不一樣的，你看這個都還有水，它這個都沒有。啊，有水有粉。水的話，這個的話就要再挑起來。如今本屆選舉是冇行貴。講到跳下馬嘅研發工廠，還能記得清清楚楚。我們這邊的山豬哦，吃我們這個吃到都怕了。我們本來都是不好的，都是餵山豬嘛。啊，山豬一直吃到最後面，吃膩了，它也不吃了。對呀。用公婆按不條東西嘅垃圾場，跟垃圾場當恐怖，安尼收個，因為唔敢櫃台倒，有時倒天啊講到尾時，嗰時我當講去倒，嗰種去垃圾場啊當講。像這樣較烏，你有甲抾較邊啊嗎？有啊，這較烏攏有抾邊啊吼，有抾吼，好。啊，這若較淡的再甲抾邊啊就好啊。你下想起來係1星期。不過，改良時嘅件事冇嚟講，是做得吞落肚。人家跟你講說，哦，你們家的東西真的很好吃的時候，那種快感了無法形容。
就是这样。你会觉得说你很累，再怎么样就值得了。毕竟还是有人帮你认定、肯定你就对了。其实我们从负债一直跑到没有负债，还跑到自己弄这样子，这10几年来，其实他真的是很累的。有娶到这个老婆，真的客家的女人哦，真的很厉害。我跟你讲，真的还有娶到她，我们才能够爬那么快。哦，啊，黑起来，好，用拖过来，斜过来，好，拖过来。拜六礼拜，改到我同阿天做，然后就讲去吃饭，然后怎么样？我一般想说啊，我也人生啦，就说做啊，小孩子对我这样，我就觉得很满足了。两公婆嘅辛苦，絕對是做下看啲冇做偷渡，連本單第3年做掉卡嘅阿妹未介意，夫妻保重平安。呀，熟嘅同事吼，角度嘅位嘅烘焙起來，又無間快寬上都會修剪，還有字吼，字冇多速度嘅吼，拍嘅都要修貼，個字會啱冇色。像我们的话，我们都会半年都会定期去送 SGS 做检验。好，那就是说不添加防腐剂的情况之下，它一定要加一些糖。7歲嘅老太咪表態商業唔係諗嘅製作公司行銷主管支付，窮下老阿仔聽數開拓市場。老下的好的一些理想啦，好的产品，我本小米仔，他家都提供，他的东西坚持就到那边。好的东西哦，他家吃了火高会介绍的问朋友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哦，所以慢慢渐的，他家对俺的产品会渐的有了解，哦，他也会慢慢喜欢上要的产品。你像以下目前啊，俺的网络团购一部分哦，差不多占俺的一节散少。因为应该在网络上有看到，不是有人过来讲看啦。因为伊下个产品在网络上已经开掉一段时间了。大家台北都要转工的啊。啊，你定定来买吗？啊，後期要佫買10幾盒，要摕來澳洲啊。我要 Australia。事業天天嘅發展起來，住偏上嚟講，財氣貴本人，未帶嚟幾條韓國大潮。如果今天以我的個性的話，就絕對爬不起來的。這還在他等於是拿了一個藤條在後面一直奔着，我才能夠跑，追了9年以後才嫁給我，嫁給我以後我才知道我現在過了這麼快樂的生活，不能講他壞話。住風應該愛，唔是講就看得出來，高子幹而見過奔赴5重天嘅高昌正座位上。出場係今年的人生上溫暖嘅基調，都愛立配盤下，相互扶持香港，等到嚟水果甜酒槍。也都係禮拜嘅客家新聞抄資，感謝大家嘅收看。最近傳出中科20基地會對企業批准嘅水源頭本水果去本工業來用，許多農民如果講講會影響到佢哋，開始串聯抗議。下禮拜六向下嚟關心，我哋再會。